节的感动时刻有一个新单元，要教大家用在地食材做简单的客家料理。今天要教的是水梨鸡汤。苗栗客家庄的果农常常会把三湾梨拿来入菜，不但能够去油解腻，汤头也更鲜甜爽口。三湾是梨的故乡，嫁接好的三湾梨现在是青色的果皮，套袋之后就会慢慢转为黄色。一般我们三湾梨套袋以后就不撒农药了。三湾果农廖进才说，三湾雨水少，日照充足，所以三湾梨的品质1等1。最主要的红色的胶带哈，6月中旬都在采收的。啊，有的拍的哈。它的蜜雪梨，佢还蛮食的，就差不多6月底、7月初的这种时。三湾农民自产自销，所以都是成熟才采收，保证水果香甜又多汁。脆，水分也多。你吃过三湾梨的人就知道，入口即化。三湾梨除了当水果，也是在地食材，可以拿来入菜。对果农廖进才来说，最爱的一道菜就是老婆做的梨子鸡汤。材料很简单，除了三湾梨之外，还有三湾的名产苦茶油，另外准备鸡肉、姜片、少许盐巴，就能够做出三湾妈妈拿手的私房菜。首先要用苦茶将放山鸡煎到两面焦黄，再放入姜片。等到鸡肉飘出苦茶香，就可以加水熬鸡汤。煎好以后，留2片油按擦擦的以后，就不用滴水了，伊比心比软哈，鸡肉我较软较久小火滚个20分钟，就可以准备让水梨下锅喽。不错。三湾梨甜度高，又能够解油腻，所以拿来炖鸡汤，鸡肉鲜嫩，美味又可口，是果农最爱的下午茶。梨子很甜嘛，所以你不用放味精啦。三湾妈妈运用好手艺，让三湾梨跟苦茶油完美结合，爽口又香浓的鸡汤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满满的日照呵护嫁接的三湾梨，甜蜜了苦茶的清香，包装客家妈妈的厨艺，在锅炉里翻滚成爱的感动时刻。